加班后来看的是属于经济铺类附近的重建的进度，永远白白太水冲刷出的12亿立方公尺的沙沙的都要提水路况。行政院提出今年最少要清核6500万立方公尺的目标，水利署表示，都已清出的8720万立方公尺的沙沙的，也差不多是42处特别热浪热太流的沙泥量，每日也是总可以7%的。水利署讲已经建立备预警机制，随时去清河坝。至于太水当中输送嘅中小企业，经济部在天数用信保基金贷款的方式解决资金问题，本创上重建重逢。沙石车带来已经在沙石，无冷气风采带来动态的热量，打出来的沙石遇到12亿立方公尺，台湾今年使用6000万立方公尺，来到沙石台湾拉容易10年。不过，就算沙石车经关系建设，每间那清配8720万立方公尺，虽然讲间那总量的7%，沙基建系42桶台北至控热太流的泥沙。虽然讲进度比行政院按算的6500万立方公尺还较多。不过，前河坝的7亿多，民众还是有依附，直接问唔清楚啊前内单位负责。对岸的水利署讲，你还已经协调各相关单位建立合作平台。第一个，如果说他找到我们水利署来，他找错了人，我们一定会跟他们讲，就是我们会协调好，然后告诉他们。同样的，他找到林务局或水保局的时候，我们也做这样的同样的一个动作。那其实，在目前的政府组织再造，环境资源部的架构就是把水土林都整合在环境资源部里头。目前的未来的这个协调沟通上面，都是在同一个部会里面。水利署讲，你还可以跟南埔个河坝建立预警机制，在于河坝测度做去清配。每天出替代方案，南埔供水暂时没有问题。八八风灾除了造成河坝测度，南埔中小企业为引致浸水，从防止批输受损害。经济部今年来提供创伤信保基金贷款600件，今年有34亿外，风灾之前的贷款申请正常期限係有52件，今年9000萬，來天數中小企業重建基金。一方面给中小企业呢，给他信用贷款的工作，让他们能够重拾这个信心，能够来投入生产的工作这一部分的工作。第二步，我们在若干个灾区的商圈也来做一些重整的工作。譬如说打个比方，那么在资本的商圈就是要重整，那能够再度站起来，能够好好的去经营。在这1-2年，可能利息就很少。那最主要能够复原呢，还是靠我自己里面的员工的努力。然后在这个金钱上，当然政府在这一个中小企业的基金。经济部讲，你还未到普陀各乡镇发电铁房体设3年，希望部台湾的企业是较得到恢复。客家新闻王小康、刘文辉特别报道。